各位好，我係周冠威。今次帶俾大家嘅課程叫做恐怖電影心理常識。我覺得咧，每一個人啊都好似一個恐怖片嘅主角啊，因為我哋都充滿住恐懼啊。我最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，我發咗一個夢，個夢裏邊咧係漆黑一片嘅宇宙，好抽象嘅。我自己一下唔小心咧，將嗰個宇宙間有一啲嘅 pattern， 有啲嘅線條咧整爛咗。呢個夢裏邊嘅世界咧，恐懼啊，恐懼到扎醒啊！因為我個意識上係我毀滅咗個世界，係我親手因為自己嘅唔小心而破壞咗呢個世界。咁我呢樣嘢係我細個最恐怖嘅一個經歷嚟嘅。而更恐怖嘅係，我唔止一次發生呢個夢，完全一樣嘅重複出現過幾次。我覺得點解咁奇妙嘅？有啲嘢就係解釋唔到。恐怖電影就係拍一啲你可能未必解釋到，恐怖就係源於好多嘅未知。我哋嘗試去探索呢啲我哋對未知嘅恐懼，希望通過我嘅分析，通過經典嘅電影去述說一啲未知嘅恐懼，而對比我哋嘅心理有啲咩嘅影響，點解營造到呢啲嘅心理出嚟，又如何去消解，而喺文化上邊又如何去解讀呢？我希望呢個電影嘅課程能夠帶俾大家研究恐怖片。